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暝到政治大学甲学生来座谈，伊沿用着郭台铭提出的政见，0到6岁国家市要来争取到青年的支持，但是也未争取到少年人的选票，都先来上一场真hạn教育。讲甲问1讲回2，学生甲问国防征兵的问题，伊煞回美国天发性的关税。 甲问讲，总统若选无调，要安怎对新北市民负责？伊煞来应讲，新北市有山有海，这是互网友正掠讲、口水讲，根本就是牛头斗马子。0到6岁，我们国家要负起责任。 来养育他。来到学校，甲政策好康捧出来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用郭台铭提出0岁到6岁由国家来设政见，争取青年的支持。但至于阿给，就是上次我在淡江的时候，我把他招成阿吉。你们都知道哈，我是从乡下来的孩子，习惯用台语跟国语交杂讲话。我小时候。 所有的资讯都来自于看漫画书啦。凡说是什么诱惑少年人心，还有其先笑笑讲，进前讲淡水阿个发言唔对，所以佢用轻松心情来回答对文化游戏业的规划，不过也未有到青年票，就先上一场震撼教育。美国有惩罚性关税。我现在在问国防，针对国防我你让我讲完吧，好不好？外等侯友宜甲话讲煞，学生当场插话，即期明明是问国防调兵问题，侯友宜乃问 A 回答 B 咧，若访问到卡苏总统无选调，会安怎对新北市民负责？会不会选择辞职新北市长？新北市有山有海，是全台湾最多、全台湾本岛最多的渔港。我是永远采取中央地方一条线，按照这5代志。 但是如果中央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我还是会说。访问到市长会今日时调，伊煞伫咧提新北有山有海，这个言论互网友是讨论甲离谱。本来是想要互大家知影讲，去学校演讲，伊无咧惊，不过学生无啥想要支持，嘛恐惊影响好好做代志的宣传节奏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。 陈雅玲，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